了，这个天气实在是有够热，婚礼有相亲，买一盒烟吞卵，放伫个灶骹，放10外天袂记哩煮，结果互人意想袂到的代志发生了。这个卵竟然来孵出着20只的烟吞囝，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咧？专家讲，若是买到的烟吞卵是受精卵，搁放伫个温度37度到40度这个环境内底，确实是有可能会来孵出着烟吞囝。 都孵出来烟吞囝伫玻璃笼箱内面咧走来走去，有够古锥。因竟然是为这盒烟吞卵内面孵出来。听到有那个叽叽叫声，然后他就去厨房找是什么东西。那盒蛋之后跑出孵出那些小鸡这样。有民众为超市买这盒烟吞卵，本来想要煮来食，结果放伫灶骹放甲袂记去，想不到煞孵出20只烟吞囝。 你喺度，温度够，伊得要出来嘛，时间到啊嘛。烟吞卵放伫灶骹，敢真正孵会出来？专家表示讲，最近因天气较热，若是讲有形的卵，加上37到40度的高温，都有可能。在这样子的温度下，孵化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。放的地方刚好温度又很高，而且很恒温，一般是不容易的。 伊外港里面小人客，或者个民众真惊喜，伊嘛将这个影片铺上网络，开放认养。